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9章。第10年10月12日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埃及王甲埃及全国讲预言，指责因，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埃及王，你亲像密伫河里的大海怪，我要甲你作对。你捌讲尼罗河是你的，是你造的。我要用钩仔交你的牙槽，互河里的鱼卡伫你的篮。我要甲你甲卡伫你的篮的鱼，拢对河里扭起来。我嘛要甲你甲河里的鱼ฮ็伫旷野，你会死伫野地。无人甲你收生死，无人甲你埋葬。我要互你做地上的野兽，甲空中飞鸟的食物。安尼，所有埃及的居民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阁讲：埃及人，你对以色列人讲起来，不过是一支路竹仔管。因用手举你拄涂骹。你就闭气，伤着因的肩头，因的身躯靠你就断去，互因的腰闪着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互恁拄着战乱，人甲精生拢要互倒刣死。埃及的地要趴远荒废，安尼人就知我是上主。因为埃及王夸口讲：尼罗河是我的，是我造的。我要甲你以及你的河流作对。我要互埃及的土地，对北部的密夺到南部的色混年，以及到古实边界，全部趴远荒废。无阁有人也是野兽经过，40年久，埃及无人徛起。我要互埃及变做世间上趴远的所在，互埃及的城镇变做上荒废的城镇。我要甲埃及人赶散去列国，四散伫列邦40年久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40年了后，我要组织受放逐的埃及人，带因对受掠的所在，转来因的本基地巴特罗。伫遐，因要成做弱小的国家，是列国中上微小，袂当阁统治别个国家。我要互因衰懒，袂当阁管辖别个国家。埃及袂当阁做以色列的靠山，只有互以色列人想起因倚靠埃及的罪过，安尼因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。第27年正月初一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攻打太尼。巴比伦王甲伊的军队出来苦战，逐个人拢落头毛、肩头扭皮，毋过因拢无对太尼得到什么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将埃及的土地交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伊要抢埃及的财物，将因的资源抢了。这战利品要做伊的军队的报赏。我要甲埃及交互伊，当做伊的工钱，因为伊的军队是为我做工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彼时，我要互以色列强盛，嘛要互你以色列搁再开喙伫因中间讲话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